都开始先查，大家关心在一点上新的现场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也有立法院的选举已经散场。民进党立法院候选人吴怡农，伊就算选输，人气即马共款强滚。一寡人嘛真好奇，讲伊的下一步安怎来规划。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查来了解。怡勇。好，主播各位众，2020大选虽然已经落幕了，民进党第3选区的立委候选人吴怡农还是有很多的农妇粉丝相挺他，人气依旧不减。而他呢，今天早上上广播专访的时候，也提到自己投入选举将近5个月的时间，改变除了变瘦了以外呢，最大的收获就是交到了许多的朋友。只是呢，大家也关心他的下一步会不会入阁或来参选台北市长。吴怡农也给了答案，来听听看他怎么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家安全是重要的，那但不过现在社会大众缺乏的是，对国防议题的理解，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打算接下来呢，跟我们的团队，全国走一圈，去各地演讲，在各地开客厅会，跟大家谈论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军事威胁是什么，那我们需要支持政府的哪一些政策，我们需要推动政府哪一些政策，那我们民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事，来因应这个威胁，因为选举选完了，可是我们的国安威胁还存在。好，可以听到呢，吴怡农说，接下来呢会全台走透透，也继续会来谈18岁公民权以及国防等相关的议题，会来继续用实际的行动参与公共事务，也会来成立协会，强调自己呢并没有入阁的打算，也认为呢政院在对抗疫情的这个时候呢，也不应该跟他谈入阁的问题，还说自己有没资格来谈市长的选举。以上面想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现场。2020年台北国际艋舺节今仔日正式上场，一寡艋舺卖将唔惊寒，提早来现场排队。主办单位嘛针对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做好防疫的准备，要求民众要入场进前，拢先爱量体温，嘛爱喷消毒水。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周景如来传来了解。景如。台北国际动漫展正式登场，在今天好多人都要来参加这次的盛会。不过呢，现场很多人也很有默契，都戴上了口罩，为了要防范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主办单位也做好了万全准备。我们顺着这个排队人龙，带您一探究竟，来看到现场的最前方。其实，在进入整个展区之前，这个工作人员呢，都需要为整个民众来量额温，只要这个体温出现异常的情况，会进入 SOP 来进行处理。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秘书长的访问。只要他测过温度超过37.5度，我们就不准进场。如果消费者在买票交给我们的票口人员验票以后，我们要喷，因为有接触，所以要喷消毒液。这是第一道关卡。第二道关卡就是我们所有的参展厂商里面，他们都会做消毒，包括收银台、服务台、桌椅，还有展柜，这些都要做彻底的服务。那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强制消费者一定要戴口罩。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从1月21号、22号我们进场的时候开始呼吁，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素质非常高，他们呼朋引伴来参观的时候，都会呼吁戴口罩，几乎通通都戴口罩了。所以呢，这是令我们最感动的地方。我们的麦克风炉只要有第2个人使用，在第1个人使用完马上消毒，所以我们做得非常严谨。这样动线上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每个人量体温。我讲实话，为了防疫，我们今年这个进场的速度变得慢了，但是为了防疫，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好，除了量额温及主办单位，也有工作人员是拿出了酒精来为整个动漫迷的双手消毒，也强调说，在任何的展区所使用的像是麦克风，还有各个漫画的大师，只要莅临现场的话，所有的设备也都会再消毒一次，就是要确实做好防疫，滴水不漏。以上面情况。多谢景如，同款嘛是跟防疫有关系话题。这是中华电中一间翠岩工厂，本来按算下早要发500张号码牌，业者昨暗强冻店，一寡民众来排队刷买无，到底是安怎安尼？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碧中来传来了解。碧中。
好，彰化田中的口罩工厂呢，昨天休馆补货一天，原本今天上午要发放500张的号码牌，业者呢在昨天晚间是临时喊卡，再休馆一日。上午不少民众呢没有接获消息，照样是前往来排队，没想到竟然是扑空一场，气得大骂工厂员工。政府也不能这样做嘛！你一话停的话，那你叫停的话，那全部大家都不人家死活了吗？对不对？全民他妈这种东西的话，这种东西是大家的必需品，知道吗？现在变必需品的话，你要顾及到民生问题嘛，对不对？这个政府都搞什么鬼嘛？真是的。民众买不到口罩呢，相当的失望，是痛骂政府的政策根本是不管人民的死活哦。那么就怕民众呢买不到口罩造成骚动，而当地的警方呢也出动了多名的警力前往来驻守管制，而对此呢业者也出面进行解释。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把把所有这些生产的一般医疗跟外科全部依照政府的规定包起来等待他们来装运。好，业者是表示呢，是根据政府的指示，在2月15号以前呢，医疗用的口罩都必须被征收来管制，但非医疗用的口罩没有受限，仍然可以继续来贩售。而业者也表示相当的抱歉，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体谅。以上是现场所掌握最新情形，相关时间交还给太棚内。多谢别将讲到防疫，咱咧讲饭会当加食，话唔通乌白讲。道民众咧人面册铺文，讲伊朋友坐高雄坐稳，伫车厢内底，听到外面即个乌子桑甲喙暗摕落来，大声讲电话，讲伊拄为武汉倒转来，害大家足紧张，赶紧卡1922来检举。也毋过即个消息有可能是假，因为武汉已经封城几落天，袂当出入。高雄市卫生局嘛讲，掌握的个案拢符合规定，也毋过即马当咧调查讲，即个消息到底敢有影？高雄捷运乘客来去去，看起来真正常，毋过煞有网友足紧张的伫人面册破文。内容讲，伊的朋友坐捷运拄到即个阿伯，讲电话时阵讲家己为武汉回来，声音大甲规个车厢的人拢听会到。落尾即个网友卡1922检举，毋过防疫人员讲武汉已经封城2天啊，阿伯无啥有可能是拄为武汉回来的，应该是跳过伊伫捷运顶的乱的。加上为武汉回来的人拢爱踮伫厝内袂当出门，无啥有可能四界爬走。毋过即个网友也是讲，迄个阿伯一直到落车才甲喙暗挂起来，未讲有即种造成社会惊。同胞真更小，对，他是在电话里面跟他的朋友说他是从武汉回来这样子。今天他如果讲的是真的，那他这样子在外面爬照，我们会很担心啊。对，就不道德了。对，就惊无互人证实的文章，互民众袂放心。高雄捷运甲高雄市卫生局赶紧出面驳回。目前高捷公司并未接获卫生局或者是疾管单位有通知说有新的病例搭乘高雄捷运的记录。武汉回来跟武汉肺炎这是不等同的2件事情哈。高雄市在管的所有居家隔离个案都符合规定，所以呢，根据网络传言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据我们的一个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状况。不过为着防疫，卫生局讲会进一步调查，看敢有漏交去的。另外，卫生局也提醒，随网破文的人是好心提醒，不过无经过证实的文章，害人心内惊吓，嘛是违法的，上济会当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方面，台湾高铁嘛提悬防疫的办法，逐工车若是收班，都要随消毒。旅客一个坐队，不管是派人伫咧卖票机和出入口较接清洁。另外，客运业者嘛要求第一线的运将拢一定要挂喙暗，防疫一定要袂过风，做甲把。高铁火车入站，落车的旅客有8成拢有挂喙暗，若乘客有做准备，高铁防疫的措施嘛做甲真认真。新品酒精消毒，再用倒布来切。旅客上接用的卖票机甲出入口的闸，平均2点钟就消毒一届。乘客愈多，就愈接消毒。保健室内底嘛有高铁的人在做防护。每天的营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针对车站进行全面的消毒。那各车站的这个保健室呢，我们会为旅客进行量测体温的服务。车厢的位阁有餐盘，因过干那下班的时阵才会消毒。今嘛不时拢会有人来喷酒精消毒，旅客看到嘛感觉加较安心。就看到他们这样打扫，其实就是比较不会有就是很紧张那种感觉，然后戴口罩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样子。在每天的收班清洁，
我们都会执行列车的消毒作业，尤其是旅客接触比较频繁的，例如像座椅区、扶手、窗台，还有餐盘，我们都会确实的执行消毒作业。高铁防疫唔敢放放风，台北捷运嘛用走马灯加强宣传，8点钟就消毒一届。另外，游览车客运业者为30号开始，嘛通知所有驾驶拢爱挂喙罨。全国的运输业面对武汉肺炎，拢唔敢凊彩。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树头聊斋，唔惊树尾做风台。宜兰县街在即马无武汉肺炎的病例，也毋过时代加减拢会烦恼。发消息互学校当零营的教练，希望课程会当取消。教练嘛答应会退钱，变做这一波疫情的受害者。宜兰县教育处讲，休寒活动敢要停办，学校会当家己决定。幼寒，在学校拢有举办冬令营，也是辅导课，互囡仔袂伤无聊。但是今年的情形较特殊，拄着武汉肺炎的影响，互家长拢感觉心内惊惊。宜兰都有冬令营的教练收到安尼的消息，家长来问这个课是毋是会当暂时来停止，就惊病毒会拖入去学校内底。本来有30个人参加，结果有7、8个人，将近1/4，希望会当取消来退钱。其实也有从外县市找一些教练来支援这样子，那这个部分还是以孩子健康，那这个部分就小小的损失啊。虽然宜兰目前也无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但流感嘛当咧流行，囡仔健康上重要。教练点头同意，不过已经讲好，老师的费用就要家己来负担，意外变做是疫情另类的受害者。我觉得我们宜兰这边还好，像小朋友今天他们来，今天学校都有宣导，蛮严重的，对，但是停不停课可能还是以学校为主。画面来到宜兰的国小休寒，球队照常咧练习，家长拢讲学校拢有提醒爱挂喙罨，暂时袂伤过来烦恼。这个部分有哪些学校是已经停止，或者是已经继续办理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当中。宜兰县政府教育处表示，目前防疫宣导拢有咧进行，学生若是有发烧，也是感冒的情形，就建议伫咧厝内来做隔离。若休寒的活动，就互学校家己来决定是毋是要停办。呼吁家长唔免伤过来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未收煞，即马喙罨变做宝，特别抢市。彰化有一间加油站头壳洗真紧，老早就做文上万的喙罨，用喙罨来提悬业绩。加油超过95%，就送10个活性炭的喙罨。另外鹿港也有护士下员要送喙罨，一个人限量5个，送完就无啊。嘉义有一间中国二手车行，准备5000个库存的喙罨要送给人。950块就送10个。普通加油站送的礼物，唔是矿泉水，就是卫生纸。唔过即马上夯的是喙罨。彰化县西乡这间加油站，几个月前就订2万外底喙罨要送给人客。若是加油加超过950块，就免费送10个活性炭的喙罨，摕到驾驶拢就欢喜的。这个最好用，很抢手啊！赶快来加油啊！因为春节工厂休困，喙罨欠货，4家拢因为要买喙罨排队排到足长的。加油站的业者提早做准备，真侪人拢为着要摕喙罨去遐加油，顺刷捡好康的。原本就有进这批货，只有1批而已，送完就没了。鹿港这间庙嘛真好心，免费送900块喙罨给民众，一个人会当摕5块，送完就无啊。我们好像里面还有一些，那就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另外，嘉义这间中国车行，过年之前就用喙罨来当作宣传品4价送，到即马也阁有5000块喙罨，拿到2500个，互老人养护中心甲社福团体，剩的2500个嘛免费送给民众，一个人会当摕2个。我那时候 idea 是想说，我的宣传单怎么不被丢掉这样子啊？对，结果没有想到派上用场。你的爱心的是袂歹啦。即马市面上喙罨一袋爱8块，若是欠货有钱嘛买袂到，所以免费的当然真受欢迎。不过嘛爱提醒，普通的喙罨唔是医疗级的，无一定会当防病毒。民众也是爱较接洗手咧，较莫去人济所在，才会当守护家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到肺炎的疫情，引起全世界大家拢头壳摸咧烧。中国专家评估讲，疫情10天内是上界严重，到新历2月初6了后，就是关键的时间。也有专家先想为好的去评估讲，元宵节情形就会较改善。不过香港的专家就无这么乐观，认为讲这个疫情可能也阁会继续3、4个月。咱台湾的学者认为讲，台湾上界重要防疫的关键就是这1、2礼拜。
武汉肺炎继续在烧，真侪国家拢已经出现病例啊。台湾确诊的人数嘛增加到第9例。比较之下，中国大陆控诉的专家说对疫情的控制真有信心。他现在出现的病例啊，都是他在一个潜伏期以前感染的。我们近期的工作，围堵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预期的话呢，在正月15左右，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没有了。症状很小的，还没有潜伏的，我们只能说是他是潜伏的带病毒者。但是潜伏的带病毒者，他有多大的传染性？现在还是打个问号。独独对轻症感染者是不是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较无把握。不过，包括卫健委甲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病毒上长的潜伏期14天来推算，大部分拢认为疫情到2月初8，也就是元宵节的前后，就会当豆豆好起来。不过，香港大学研究结果却无遐尼乐观，评估到4、5月才会来到上高峰，因为国内随着确诊的人数增加，甚至有家庭族群的出现，什么时阵也是封疫关键期。封城之后，对于整个武汉的疫情，或是其他省市的疫情，是不是有逐渐的影响啦？那我猜应该是这样子。那对我们其实比较没有关系。接触到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几率有稍微下降，我会认为对我们目前其实的风险会有下降，但是我们不敢松懈。强调中国大陆的情形甲台湾无相同，不过重点也是要看病毒传开的强度。以目前国家的科学家对着武汉肺炎 RO 值的推算，是伫咧1.4到3.8之间，也就是每一个患者平均会传染给1.4到3.8个身躯边的人。但这甲 SARS 上大的无同是，因为轻症甲无症状感染者较侪，恐惊嘛有可能会互防疫出现闹交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因为烦恼闹交，交通部观光局宣布2月底进前，旅行社拢袂当带团去中国旅游。详细旅行社算的了差不多2亿6千万，其他像凤凰旅行社2月底进前取消50团，算的了差不多2850万。另外，珊瑚旅行社1月底进前损失超过1000万。业者烦恼时间若是拖久，可能就会惨歪歪。即马按算互员工休无薪假，或者是要甲政府申请补贴，像SARS的时来争取减税。各种大陆旅游包头的行程，即卖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失去控制，全面来喊停。旅游业是拢在喊惨，无想到30号观光局宣布，因为疫情真严重，旅行业暂停出团去中国，延长到2月底。虽然无包括香港甲澳门这个地区，但嘛是互旅游业是愈来愈困难。以香西旅行社为例，今年春节出团的旅客全部安排提前返来台湾，2月底进前，敢若是协助消费者景点的门票、带媒这的退费甲转团，营收损失大概2.6亿。如果是持续到半年以上的话，那很多旅行社可能不见得会撑得下去。取消出团之后的一个补贴，或者是这个营业所得税能否减免的问题，那这个部分都是对旅行社比较实质的帮助。武汉肺炎大来冲击一直扩大，香西1月21号宣布暂停500团以后，无偌久，阁升级暂时停止所有的大陆团，即马阁再扩大到香港、澳门这地区。2月底进前嘛，全部来停止出团，开放专业来退钱，业者嘛规气取消今年的春酒。其他参像是凤凰旅行社2月底进前嘛取消50团，预估营收会损失2850万。珊瑚旅行社1月底进前取消39团，损失超过1000万。五湖旅行社嘛宣布3月底进前会暂时停止大陆团，营收嘛因为安尼大大来减少6700万。业者烦恼这波疫情会挡袂掉，若是长期落去，恐惊会被砍折，无排除会用无薪假的方式来应付。希望是朝着无薪休假的一些劳工的权益上，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补偿给这些劳工做一些救济。若是旅游业，参像是豪泰汽车，考虑到室内空间感染病毒的机会增加，嘛宣布来取消春酒。其他的业者嘛可能会对咧安尼做，互饭店业者嘛就爱面对大量的春酒来退订。对着这件代志，交通部观光局部长林佳龙出面，30号紧急甲各大旅游业来开会讨论纾困的办法，希望会当帮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因为中国武汉的疫情即马继续拖，为了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防疫办法，代替即马有宣导有上新的办法，就要请民众爱配合。民众假使若是坐火车无挂喙烟，刷落疫情若愈来愈严重，到时阵就会照规定，无挂喙烟的人客会当外载。另外，代替局伫咧车站会囥喙烟，也有打洗手，另外还有量体温的度针，要互民众来用。逐个月拢会全面消毒车厢4届，卖照霎时时伫咧车厢，甲即个冷气温度控制伫21度到23度。防疫工作会当讲是真顶真，全面来戒备，就是要防止疫情继续拖开。社会消息来关心，台南有一个查甫人来到超商抢婚了后做伊走，警察接到报案，赶紧要来甲伊抓。无想这查甫伊互警察找到了后，还佫塞车要来弄警察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传来了解。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骑着机车的男子因为没开大灯，警方准备上前盘查，没想到他做贼心虚，不断的向后退。当远警下车时，他不顾后方追上来远警的安危，油门一催，试图还冲撞警车，并且来逃逸。但没想到他才刚起步没多久，他连人带车，整个人跌倒在地上，而远警也趁机赶紧上前将他压制在地。事情就发生在台南新化区，这名男子呢其实是名窃贼。稍早他在超商宣称要购买3包香烟，结果不但不付钱，还出手殴打店员。抢夺完香烟后，他马上骑车来逃逸。警方获报后赶紧进行地毯式巡逻，最后在中心路和平街口将他逮捕。现在嫌犯不但依强盗罪嫌移送，恐怕也得为自己冲撞玻璃室大人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搁再来关心过年伫咧耍现口路刮刮乐，一个无张持掠到诈骗的嫌疑犯。2到半暝，桃园一个菜馆行60多岁姓强的查甫来交关，头家娘随认出来，讲伊就是6年前变伊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真好，会当摕到营业的牌。迄当时骗到10万块，互伊骗的，搁毋若一间菜馆行，即一届赶紧报警察，甲伊掠起来。OK， 你讲的哦。那现在去报警。人客来到桃园一间菜馆行，要买刮刮乐，煞互目镜的头家娘发现，伊就是6年前骗走伊10万块的诈骗的人，爱店员赶紧来报警察。那你是有认识台彩的人是不是啊？那已经很有6、7年前的事了呢。他就是骗人的呢，骗我团转。警察赶到现场，头家娘也是真生气，因为就伫咧6年前，这个差不多60岁姓姜的查甫人来到店内，讲伊咧替政府的官员做股票，赚真侪钱，关系嘛真好，会当替店家摕到菜馆行的营业牌照，但必须爱互伊5万块的费用。头家娘感觉真合理，过两天就招同业做伙请伊来代班，前后付了差不多10万块。啊，这个姓姜的查甫人开出20几万的支票，用来做抵押骗因的信任。几个月过去啊，头家娘说安怎找嘛找无伊，才发现跳票啊，家己已经互人骗。我就跟你讲说他那个证件没有用了，我曾经去他这个家里，你涉及在那里，可是你人没有住在那里面。他跟我讲说他在帮官员幕后操纵股票，然后帮官员赚了很多钱。我拿你10万，我一定会帮你办到啊！不办你办到好，我加倍还你。我们有一个群组，我就看到有人拍他，然后我就说，我被这个人骗过代志发生了后，头家娘才伫咧同业的族群内底发现，这个姓姜的嫌犯用同款的手法骗毋若一间菜馆行，即马6年啊，姓姜的这个人就是无人会记的，搁再一遍出现伫咧店内底，毋若互目镜的头家娘掠到，嘛随互警方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现场消息，来关心捷运环状线14张站正式通车，来看到市长侯友宜也有郭文德做回来体验。作弊继续运作。可以问一下2位市长，刚刚都有戴口罩，但是总统跟林部长都没有戴，但是密闭空间，市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会不会在防疫上？不然我们每个都戴，他就可以不用戴。刚合照，侯市长有叫您说是？不是这样子啦，因为其实我跟柯市长观念都是一样的人潮拥挤的地方以及密闭式的空间，我们都会把口罩戴起来，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那防疫实施是大家要一起做。那因为刚刚是在留下一个历史的画面，短暂的拿掉，拍一个照片，留下一个
大家都记得说通车典礼是开心的，那用一种照片来做一个回顾。那其实柯市长也非常谢谢柯市长，其实很谢谢柯市长的帮忙哈。防撞线今天能够做得这么好，除了前面的郝市长开始由台北捷运局来接办以外，柯市长在这5年多来的辛苦，让台北捷运局以及捷运公司全力的为新北市来兴建防撞线。所以我相信今天做起来各位的感受非常的舒适稳定以外，还有很多的公共艺术、音乐的享受。更重要的，有一些该改善的问题，大部分都已经全部都做了解决。所以我要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所有团队的帮忙。所以双北合作，不仅在新北市，在台北市，都是会给市民带来更大的便利。以后新北市的市民其实可以某部分疏解台北市进到这个整个路网中心的，直接就可以在新北市里面做转乘，这样也可以疏解台北市的压力。所以其实一个大台北的生活圈，不论是柯市长跟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可以创造双赢。侯市长，你觉得总统需要戴口罩吗？其实我是这样子的哈。我还是这样的，防疫是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并肩作战。那刚刚柯市长也讲得很清楚了嘛哈。那每一个人自我健康的保护，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给他尊重。不过在人多的地方以及这个密闭式的空间，我是建议大家尽量把口罩戴起来，但并没有强迫式的。会不会建议那个台湾的老外也是要戴口罩？因为台湾人都很习惯戴口罩，但是捷运上看到连老外都开始老外。我们捷运呢，大概现在已经90%多全部都戴上口罩了。我那一天来搭的时候，我们现在平均一天是3万人次，这12天有36万人次。我每一次搭过程当中，大概有90%多都戴上口罩。你看我们柯市长都戴了口罩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戴口罩在这段时间的高峰期，我觉得尽量把口罩戴起来。科长，所以是因为总统没有蔡总统戴口罩啊？你会呼吁蔡总统戴口罩吗？哎呦，这个原本那些无为我了。所以你今天那你觉得你今天是因为刚才是因为总统没戴口罩，所以你今天跟他互动很少吗？我看你几乎没有，而且每次都卡着侯市长。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侯市长卡在中间。啊，好啦，没啦，我两个吼，因为我两个咧讲双北一寡合作的代志，所以吼爱跟讲的啊，我两个一寡代志。所以是他跟总统之间的润滑剂。谁？你呀？没有啦，我们都是努力做事嘛。我们柯市长两个人嘛，双北拍拼。我用这条捷运环状线，无柯市长到3天，那有可能啊。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嘛。好了，下班了。台北也视为是国际的公共集体事件，但现在他们却排除台湾加入会议。这个我讲过很多遍了，那大陆就是不信邪，台湾不可以被排除在世界防疫体系之外。我上一次我就讲说，这个国际的外交场合要互相角力啦，互相出怪招，那个大家就来吧。只有医疗不行，为什么呢？交战两国也没有轰炸对方的医院，所以这个让台湾可以参加这个 WHO，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大陆方面还是要思考，你每一样都轰炸我，那我当然跟你拼了。所以如果是国际警局，那你的社会局当警局，你的人事有异动，所以有悬缺要怎么办？另外陈信宇的反同色彩引发很大的争议。领导委啦，领导委啦，这个都讲过很多遍了嘛。我们台北市政府我们是这样的共荣社会是我们的理想嘛，所以我们有讲过，我们的副市长有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的，我们的局长从新党到民进党的都有。所以我们不会说这因为他是什么立场，那不可以做什么事，不会这样的。所以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啊，但是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大家在一个规则之下，还是可以一起运作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劳动局长那个任命，我想那个就不用再去讨论了。而且那个我们都有经过我们府内长官投票的程序，有遴选制度。陈水会辞职有来自某议员的压力？这个你自己去问他好了。你去议会问会，你去社会局问，大家会比较清楚。是不是有议员在调职？这个
导致他要走？这个是是蓝不好说，是不是？这个要的本府目前不予证实。上听说好像有踩到你的底线。啊，那不然好办。要谢谢啊！机关下午要拜访。人要甲你问较侪咧哦，你问。为什么要拜访？你约他约你啊？我跟你讲哦，那个尤其坤要来拜访，我跟他讲说，昨天晚上他们有传一个烂给我，我说我今天行程全部都排好，突然讲我哪有办法？就把它兜了。今天后来我叫党团自己是处理的。为什么要2次拜访？我哪知呀？你觉得他要跟你谈什么？没有，我今天我不会去。今天要去立法院的民众党团来帮忙的话，那你的人才是不是都是党优先于市政？哦，这样哦，这那我就提奇怪的题目。好，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拄则咱看到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还有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拢有挂嘴烟。另外，这方面总统串门拄则嘛来到现场，互人发觉讲因也无挂嘴烟。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找咱了解。秉仪。好，观众呢，今天是新北的这个环状线的通车正式来通车。那么今天早上呢，整个通车典礼呢，包含了总统蔡英文、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3个人都一起出席的整个通车典礼。不过3个人的同台互动画面呢，也成外界关注的焦点。好，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包含侯友宜还有柯文哲2个人都戴上了一个口罩，而蔡总统则是没有戴上口罩。而在致辞的时候呢，总统也特别提到，这个环状线的通车对于呢双北的整个交通串联的相当有帮助。但听一下刚刚稍早致辞的内容。这2天是新年团拜开工的好日子，也是我们新北市民的大日子。因为大家所期待已久的捷运环状线的第1个阶段在试营运之后呢，准备正式要通车了，所以要恭喜我们所有的新北市市民。那作为新北市市民的我，当然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要谢谢胡市长那这是一条全线都在新北市境内的一个捷运非常的有意义。那么特别是它有2点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双北串联将会更便利环状线连接板南线、松山新店线，还有中和新芦线等多条通往台北市的捷运路线从现在开始，双北的往来不再只依赖单独的路线而是有完整的路网，转乘会更方便，更节省时间好，可以听到呢，总统特别提到这一条环状线的通车，未来包含台北还有新北整个交通的铁路捷运的网络呢，都会相当的一个便利。那么也替这个民众呢省下不少时间跟金钱。好，那不过呢，在今天的整个通车典礼上面呢，包含蔡总统、柯文哲还有侯友宜3个人同台，不过呢互动并不是这么的一个多。那么呢，可以看到呢，总统跟2个人并没有太多互动，反而是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互动还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武汉这个肺炎疫情的一个影响，那包含柯文哲还有侯友宜2个人都戴上了一个口罩，而蔡总统依旧还是在这个出席活动都没有戴上口罩。不过呢，3个人同台互动并不多，也对于呢这整个交通的网络呢却有很大的一个期待。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秉仪透早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宜兰太平山太平山庄，今仔日温度6甲零下5度8，因为天气较大冷，现场无大雾的情形，看过规个清清，会当看到日头拍曝光的美景。另外，山毛基步道露水结冰粉，规个看过白茫茫。特殊落雪景致场面真大，民众看了到地，赶紧摕手机出来翕，记录美丽的一刻时。过来关心，这是新北市一个54岁乌日送来到早顿店食早顿，雄雄悠闲行起来，昏倒伫涂骹，规身躯一直喘。头家娘看到到地，赶紧叫救护车。伫咧救护人员赶来到位进前，和其他人客做伙，先把喙内物件挖出来，惊伊去见着。该在患者送病院进前，已经知人无性命危险。打到位，随着将一名患者对早起店赶出来，送去救护车。因为这个查甫人食早起食到一半，雄雄就昏倒伫咧涂骹。因为他已经倒下了，那因为他嘴巴有东西，所以我们怕他 A 到，我们只能先让他侧边。因为他是趴着的，当事人是趴着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先把他东西先挖出来。30号早起7点半，救护车接到报案，有人阳性发作，10分钟内随着赶到新北市中和，先提出医护包替这个病患来急救。原来这名54岁姓郭的查甫人进前就有阳性的病史，可能是因为气温向降低，加上食早起进前无食药啊，才会向降来发作。因为他的发病有点像癫痫。所以后来我们有问了一下客人有没有带药，因为一般癫痫的病患或慢性病的病患，他身上一定会带常备药用。后来想说救护车快来，我们不敢给他吃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他癫痫方都不会咬到舌头了，反而我们不是塞东西进去他嘴巴，反而要把他口中的东西清除，侧躺的一个姿势啊，让他口中的东西可以出来，口水啊、分泌物啊、食物等等要清除干净。医生提醒，阳性的患者拄到季节的变化，温度若是降低，也是身高，都有可能会引起阳性的发作，都要加注意穿较少的，还有照时间来食药啊。但是患者发作若是超过10分钟，或者是伫咧短时间内发作真侪摆，出现意识无清楚的情形，也是都要赶紧送病院。一摆这个查甫人向阳倒落去，好佳在头家娘反应够紧，成功来替这个患者争取到救命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了解这个画面。这是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一直传，这个喙炎互人袂甲拢无得看，都有人家己想空想芳，家己做，用这个油仔皮来做喙炎，得过道菜刀。总监只是要求比较高，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别以为水母可爱，无形的毒最危险。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想要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李少阳，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心救了一个台湾人，也错了吗？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就不能有儿女私情。我在这边和他投身告辞。啊！我唔准你哋将误会三者。2月7日暗时9点，请锁定台视《4月望雨》。但是上身的代志，都莫甲讲啊！你真正为着求婚，一世人袂错。我若是要结婚，对象一定爱是像我啦。那你要安怎？那敢真正抱孙无望啊？哎，像我啦。你从我巴上，你主要先代志啊？唔知影你即马对棉花是啥物感觉？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鼎，鼎就是煮食时用的大底锅，像咱讲大鼎。嘛会当讲是煮食时用的火，像讲热鼎来炒菜。另外，咱拜拜用的金炉，嘛有人讲是金鼎。另外，文音读做鼎，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雕鼎，这个意思是讲用鼎咧蒸物件、炒物件时，因为油伤过少，火伤过猛，结果实在雕入鼎的。第二个词吊鼎，这个意思是讲无米通煮，甲鼎吊起来伫咧用，代表无钱啊。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比如讲，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热闹，一寡人去中国做事，亲像吊鼎走袂得出来。另外，还有一寡爱去中国趁食的人，要去乌影，啊若唔去吊鼎，进无步，退无路。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鼎，文音读做鼎，提供予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中国武汉疫情，即马一直传中国的喙炎袂甲无看，都有人家己想空想芳 DIY 家己做，像讲甲这个油仔皮来做喙炎，有的是甲塑胶管啊弄伫头的做保护面罩，另外还有人用塑胶碌啊为家己的顶半身规个弄掉的，也有人伫规个拢是打掉的安全帽上飞行机。各种奇奇怪怪步数，乌鲁木齐、阿萨布鲁、高乐蜀谷，医生烦恼讲，听网络乌白团变作防疫的空棚。武汉肺炎和中国喙炎无够用，民众防疫的措施嘛愈来愈奇怪。油仔破一半，皮扒落来，目睭大，就摕来做喙炎。真侪人拢挂油仔喙炎出门拍照，网友看到真心酸，化工实在卖无喙炎。这哥哥你厉害。你这防护的严。
有的民众感觉喙暗薄薄未放心，就把塑胶管仔提起来，加一烟防护。猫妈妈带囡仔做伙做，或者是 DIY 用一支大支的、两支细支的塑胶管仔，家己做防毒的小龟仔壳。有的民众惊喙内传染，伫坐飞轮机的时阵戴安全帽啊，无就是用收水镜来代替防护目镜。个人用大卡的塑胶袋啊，把家己规个人盖起来。师傅，您穿成这样，有人敢坐您车吗？这个就在你的非常时期嘛，然后这个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主要对家人也是一份责任。啊，也是安全第一嘛。客运车司机惊互乘客为着穿雨衫、挂防护目镜、甲喙暗，规个人拢包起来。嘛有囡仔家己拄人衫规领拢拖起来，避免甲别人接触。阁有花箱，互人翕到，甲饲金鱼的弟弟头壳顶发炎。中国民众防疫，啥物奇怪出头拢有。毋过专家提醒，挂医疗用的喙暗，才是上有保障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的病例有加无减，各国赶紧发动彻底调民的这个行动。像讲日本、美国、英国、韩国在内，拢派专机来到武汉。美国一架专机拢装载201个侨民专机，29已经到加州和平区空军基地，人客刷落3天内拢爱接受真严格的监控。另外有美国侨民因为护照的问题，无法登机，继续留伫武汉。也有英国一个侨民因为某仔囝有中国在内2个国籍，互北京政府规定袂当离开。对武汉起飞美国特侨班机，原定降落伫咧加州安大略机场，29号临时转降和平区的空军基地。And on the plane we got checked, and then 2 hours later we got checked, and then another 3 hours we got checked. All we wanted was safety for each other to get home to 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飞轮机顶总共201个人，前后接受3摆检验，确认无感染武汉的肺炎，才会当搭入去美国。了后的72点钟，佫必须要接受管制。各国启动撤侨大行动，一名驾驶就互人翕到伫咧驾驶舱内底装备齐全，唔敢代志。毋过，煞有侨民讲无法度上飞轮机。I didn't have my passport, so I couldn't get on the plane. 8岁查某囡仔护照无伫咧身上，领事馆阁关门，母仔囝干那会当目睭紧紧看到专机飞去，拄着同款问題，唔那是因。That's a little disconcerting that they have a plane and most of the people on it are from the consulate, so that's we feel a little bit left behind. 一个查甫人的护照当咧办理签证延期，拄着武汉肺炎疫情，领事馆的人全部撤走，护照嘛摕袂转来。美国国务院宣布会伫咧2月初3进行第2阶段撤侨。另外，这个英国的侨民被迫甲大陆籍的太太来分开，因为北京无允准有双边国籍的大陆人士经撤侨的通道离开。这个妈妈3岁后生嘛，因为有中国的护照，被迫留伫咧武汉。英国政府当咧甲北京交涉，希望会当赶紧来放行。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来看到传统料理挂包，即嘛有新的食法。今年40岁少年头家研发铁板挂包。总监只是要求比较高，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别以为水母可爱，无形的毒最危险。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想袂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李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心救了一个台湾人，也错了吗？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就不能有儿女私情。我在这边和他投身告辞。啊！我唔准你哋家违规三者。2月初6暗时9点，车锁定台视4月望雨。但是上天的代志，都莫甲讲啊。你真正为着求我，一世人袂错。我若是要结婚，对象一定爱是像我啦。那你要安怎？咱敢真正抱孙无望啊？哎，像我啦。儿子我马上，你找我啥代志啊？唔知影你即马对美华是啥物感觉？
食饭时间，手老菜来看到传统的料理有新的食法。今年40岁少年头家叫做蔡正学，伊研发铁板挂包和传统的挂包内底阿爸三层肉无同款，伊特别发挥创意，有牛的三层肉、鸡腿肉、加禽丁肉，也佫有这个鸡肉丝菇会当景。等人客点过热了后，伊就拿家食材放伫咧铁板炒好热，配特别做的鸭味料，也佫有卵，家己炒的咸菜和土豆仁粉，一口加落，一喙加落，有口味骨落。真鲜的鸡肉伫咧铁板顶悬一直咧甲炒，这毋免另外下油。用鸡腿本身的油安尼落去打煎，再搁甲淋特chế酱料，甲炒到入味，安尼就会当起鼎咯。现吹好的挂包，伫咧顶悬搁甲撒一寡土豆腐含这个咸菜，中搁甲夹一粒这个半青色的卵含鸡腿肉，这个会煮食的铁板鸡腿挂包，安尼就完成咯。传统的我不喜欢吃，传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它的传统的那个猪肉比较肥。对，然后这个话比较特别。你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是鸡腿肉，它肉比较软，对，比较好吃。很多客人会比较忌讳油花这一块，那我们也有类似，就是说推广出鸡腿、跟鸡胸，还有牛五花跟猪那个杏鲍菇。那主要是要区隔出我要舍弃油腻的口感，但是我要从其他食材可以创造出更好吃的风味出来。改良传统挂包迄落油腻的感觉，用特chế酱汁来甲做调味。挂包内底包的咸菜嘛是长工现炒的。自己炒比较卫生啊，然后调味比较好啊。无用市面上咧卖迄款变的咸菜，蔡正学有家己调味的秘方，搁甲撒一寡糖落去，安尼当提升即落咸菜的香气。即落真有人气的鸡腿口味，若是要做到安尼食会刁喙，肉都爱先用蜜汁安尼甲生过。真有创意，还佫有即落暗红的口味。挂包内底来甲包即个甜不辣甲咸酥鸡，是安怎会有即款的想法的？原来是伫咧2000年打创业的时阵，蔡正学拄开始的时阵是咧卖即个煎鸡排，尾啊因为看到台湾人真爱食挂包，才会伫单位的边仔过来采一档专门咧卖挂包的，一捆头做2款无共款的生意，安尼看着干咧真请赢，佫真好赚。不过其中的劳心苦俭、操心背白是无人知的。低潮的时候就是生意量并没有那么好，然后有时候会怀疑人生的境界。一天只卖10个挂包吧，最低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完全零知名度，你就是在用，反正就是在那边就是等客人就对了。田螺甘水过冬，甲熬过这个2年的过渡时期。不过伊较早伫咧三市卖场咧卖物件，伊的业绩真好，薪水上无拢有6-7万以上，所以伊决定讲家己要出来创业。因厝内的人拄开始拢真无谅解，不过为着要做到上好的，嘛要互厝内的人看会到。蔡正学这18年来，为着生意实在是足拼死。其实只要东西做出去，客人的回馈是正向的、有成长的，我就觉得就很棒的效果，然后这样就觉得很值得。即马伊毋但有这个顾客肯定，还佫伫咧家己的头路顶悬，佫较知影家己的轻重，嘛去熟悉到真侪无共领域的朋友，对别人的身上来去体验到无共的人生。对蔡正学来讲，这个人生拄长，真正就是食一回学一回。记者综合报道。总监只是要求比较高，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别以为水母可爱，无形的毒最危险。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想要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李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心救了一个台湾人，也错了吗？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就不能有儿女私情。我在这边和他投身告辞。啊！我唔准你哋将为会三者。2月7日暗时9点，请锁定台视《4月望雨》。但是上身的代志，就莫甲讲啊！你真正为着求我，一世人袂错。我若是要结婚，对象一定爱是像我啦。那你要安怎？咱敢真正抱孙无望啊？
去我啦。你说我想，你找我啥代志啊？唔知影你即马对美华是啥物感觉？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鼓励。感谢酵素王冠名播出。周慧的国民情歌约定，曾志熙竟然回答不出来。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这个是国歌级的，你出了会被他笑死。这还要想付出的感情，公平不公平？也可以啊。哇，没有？周慧唱起来都可以啊。付出的感情。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你要是没有把握打败我，就不要成为我的敌人。我就是职场食物链顶端的鲨鱼女王。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周6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雅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6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须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那我接一点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啊，卖肾啊！他就是要你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最近工作到很晚，我是觉得你这样每天加班，身体会负荷不了。小仙姑，这几天都没办法睡好觉，我只要眼睛一闭上，我的梦中情人就在我这边打来跑来跑去，我又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相思苦。简单啦，我帮你画出来就好了。我啦。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总监只是要求比较高，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别以为水母可爱，无形的毒最危险。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想要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李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心救了一个台湾人，也错了吗？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就不能有儿女私情。我在这边和他同生共死。啊！我唔准你哋这为非三者。2月7日暗时9点，请锁定台视4月望雨。但是上仙的代志，就莫甲讲啊。你真正为着求我，一世人袂错。我若是要结婚，对象一定爱是像我啦。那你要安怎？咱敢真正抱孙无望啊？去我啦。你说我想，你找我啥代志啊？唔知影你即马对美华是啥物感觉？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感谢酵素王冠名播出。周慧的国民情歌约定，曾志熙竟然回答不出来。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这个是国歌级的，你出了会被他笑死。这还要想付出的感情，公平不公平？也可以啊。没有就会唱起来都可以啊。付出的感情。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高额奖金送给你。你要是没有把握打败我，你就不要成为我的敌人。我就是职场食物链顶端的鲨鱼女王。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周6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6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需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今天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呀，卖肾啊！他就是要你死，他就是要你死！不要走，不要走！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最近工作。插播上新的现场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会使来到路德拜拜祈福，也毋过看完20分钟甲到位，到底原因是啥物？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孙慧冠来甲咱讲，慧冠。是主播，今天是大年初7，高雄市长韩国瑜是依照原定的计划来到鹿竹这边的天后宫呢，来参拜祈福。不过今天呢，其实他表定是11点要到的，但他现身的时间呢，其实是11点20分，晚了20分钟。不过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市府要开民政以及卫政会议，而这是有关要对抗武汉肺炎这样的一个会议，因此呢，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特别出席了。也因为他晚到，所以庙方呢也在现场先发起了红包，希望民众能够耐心等待。而韩国瑜到场之后呢，先是参拜，接着也当起了防疫大使宣导，希望民众能够戴口罩以及多洗手，来对抗武汉肺炎。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新闻上尾要来欣赏通电话今仔日正式上场，展览先彩排活动的内容嘛先公开。今年头一届邀请到法国机械技术马戏团，结合到科技也有艺术的广智伎俩表演，下午7点到9点拢会当看得到。新闻上尾朝台做过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要求比较高，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别以为水母可爱，无形的毒最危险。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想要到高雄的土，这么甜。李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心救了一个台湾人，也错了吗？没有过。
午安，你好，欢迎收看1月31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海文。民众排队想买口罩，却扑空，气得大骂。彰化田中的口罩工厂原本预计今天要发放500张的号码牌，但是业者昨晚临时喊卡，因为配合政府的指示，医疗用口罩都要被征收管制，就怕民众买不到口罩会暴动，警方也出动驻守管制。而另外，台南的口罩工厂上午同样临时休管，让民众好无奈。拉上铁门贴出公告，彰化田中的口罩工厂原本预计上午发放500张号码牌，业者在昨天晚间临时喊卡，再休管1日，民众排队扑空，气得大骂工厂员工。这个话题就停嘛，政府也不能这样做嘛，这个政府都搞什么鬼嘛？民众买不到口罩，痛骂政府政策根本是不管人民死活，还有民众特地早起凌晨5点从台中赶来，一样空手而归。都拢买无啊？安尼要安怎啊？我唔知，因为我们只有在等啊。昨昏就讲要补货中啊，今仔佫无卖，啊，今仔讲卖了，啊，你拢用骗的。就怕民众买不到口罩造成骚动，当地警方也出动多名警力前往驻守管制，业者急忙出面解释，强调是配合政府管控政策。今天开始，全部的口罩政府要征用啊，然后积极配置。业者强调，工厂8条生产线24小时开工，一天能生产60到80万片口罩，民众不用太过恐慌。而台南的口罩工厂原本上午7点发放500张号码牌，同样临时休管，下午1点才贩售，民众满是无奈。要分啊，无要分啊呢？有金行干部拢无啊，拢很烧了了啊。内部的决定是我们内部决定的。要回馈我们这里的乡亲。根据政府指示，2月15号以前，医疗用口罩都必须被征收管制。业者不理会这样贩售，触及违规红线，业者不愿多谈。而全国每天400万片口罩，140万片提供给医疗及防疫工使用，60万片给医院内超商药局通路，其余200万片释出给4大超商，同样维持每人限购1至3片。疫情尚未控制前，希望民众多多体谅。记者总部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台湾出现